那这架86军刀机是空军雷虎小组扬名世界的一个机种。那这架飞机在台海战役呢，也立下了非常这个战功啊，说也算是名机啦。因为雷虎小组的成员很多人都是住在水交社的社区，这个眷村呐。那雷虎呢，都一直视为台南市他的故乡。那水交社更是雷虎的家。那这架飞机放在这边，是实至名归。希望雷虎的展示机在这边承展啊，除了可以继续这个宣扬雷虎的精神之外，也可以为台南带来一些特色。水交社文化园区一直都是空军很重要一个建设哈。那从我们重新把它整建成一个文化园区之后，其实我们一直也在丰富它的整个展示内容。那这次我们得知台南高工有一台保存非常良好 F86军刀机，我们也透过很多管道去积极的洽询，我们顺利的把这一台军刀机移到了水交社文化园区，也让整个水交社文化园区跟空军的历史的连结更加的一个紧密。也希望大家有空可以来看看这个 F86军刀机，曾经在空战中立下很多辉煌历史的一个战机，然后让水交社文化园区可以让你们有更多的一个收获跟想象。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大家来跟我们共同见证这一段我们空军的光荣历史，也是我们台南与有荣焉的一段历史。F86能够来到我们水交社，这部军机其实为了要还原历史，我们也经过多方的考据，好，那中间涂装有错误的地方还这个弄掉重新涂装。那可以看到这段大家看到在水交社就是我们的空军的眷舍，也是雷虎小组的一个眷舍。那所以说很多的空军弟兄们都有讲不完的故事，也可以让许多好朋友、观光客、市民朋友们共同来分享。那我们水交社园区不但有 F51，还有这个 F86，那将来也更要丰富我们的馆藏，以及丰富我们水交社眷村文化的一个展现。因此呢，欢迎大家来到水交社，欢迎大家来看看我们曾经缔造台海光荣战史的 F86。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2月23号礼拜5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会将在25号进行新任议员就职，甲正副议长选举。不过，伫个选战却传出疑似有暴力介入，有国民党籍的议员被恐吓威胁，要求同工莫参加就职，甚至投票未当投某某人。对此，议会国民党团上午召开记者会。希望检调查出幕后的恶手，并且发表未自杀声明。另外，无党联名甲市长、议长也拢强烈谴责。距离议员就职甲正副议长的选举剩无到2天，台南市议会国民党团上午召开记者会，表示有党籍的议员被威胁、恐吓，一方面除了谴责暴力，希望检调会用来查明幕后是毋是有恶手。同时，还阁发表无自杀的声明。事实上，是我们有某一个议员，被约出去，然后他只给他下达了2个指令：第一，25号可以不就职、不出席；第二个，如果要出席，请可以投自己，不要投给郭信良。以这样的2个约束，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是明显被受到威胁。那当然我们很多议员都有接到一些电话，但是我们在第一时间有人通知说不熟的电话不要接，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这个被约出去的那个议员，事实上他昨天也已经报案了。那在侦查不公开的状况下，我们不方便讲得太清楚。那我在这里也声明，我要提出我是不自杀声明。25号，如果我们没有出席，或是发生什么事，我绝对不是自杀的。我们希望检调单位赶快揪出幕后的负责人，到底幕后的黑手是谁？为什么要介入我们台南市
议会的正副议长选举，而且是这个人民进党的那个党代表。伫个政府议长选举进前发生疑似暴力来介入，不只是国民党团发表声明，连无党联名、甲议长郭信良以及市长黄伟哲嘛拢强力来谴责。昨天晚上有国民党的议员遭到恐吓遭到讲个不好听的话，介入那个议长的选举我们无党联盟强力谴责暴力介入。暴力恐吓介入选举那会不会之后会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这样？自己的人身安全看命啊，看警方的作为啊。警方如果有作为的话要剩下2天要保护这些议员2天的安全。检调都有介入调查了嘛，也应该都有会向社会大众交代。那我个人认为是选举应该要正常方式来选举，这样才会得到选民的认同。至于发生这件事情的话，身为台南市民党执政的县市，应该要重视一下。我们希望司法介入侦办，那我们也要求市政府警察局要派员对于议员的人身安全来加以维护。务必要让他们在自由意志的情况下，不受任何威胁或利诱的情况下来投票。议会国民党团表示，台南对最近发生88起的枪击案，到议员吴通良的工厂被开米米枪，到现在议员被恐吓威胁。目前警方嘛已经找到车甲恐吓者，目前专案正进入司法的调查中。台南新闻综合报道。台南市南区永宁里因为部分的路段无自来水管，造成当地居民用水真无方便。长久以来拢必须爱借水，所以当地里长透过议员林美燕陈情，邀集市府干部、水利甲自来水公司会勘，希望借由水利局进行下水道工程的同时，净设自来水的外管，互管线会当延伸。台南市南区成功山街目前正进行河水下水道的延伸工程，预计每年5月会用的完工。不过，根据当地永宁里长表示，因为该里还有部分的住户40-50年来拢无自来水通好用，因此透过议员林美燕来申请，希望借由水利局下水道的时间过程，做伙来台设自来水的外管延伸。在我们湾里省工山街这个部分，我们竟然看到，竟然没有自来水外管的延伸啊！这对我们地方来讲是一大的讽刺啦。所以今天我们听到我们地方上反映出来了，我们也看到我们水利局现在正在进行工程，所以我们特地邀请自来水公司来到这个现场，我们要求自来水公司。这一次一定要全力配合水利局的工程，在5月份之前完成我们的外管的延伸，在水外管的延伸，然后提供我们在地所有的住户一个有水的状况啊。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们湾里路88巷这个地方啊，因为跟省工山街就是连接的，那因为湾里路88巷这边也是同样的情形啊，也是同样的情形，那也刚好借由我们美院议员这一次来跟自来水公司和水利局来配合，是不是同样可以在我们湾里路88巷这里延伸自来水的水管，让我们这边88巷的这些住户一样有水可以用，不用拢去讲借水啦。对此，议员邀集市府干部、水利甲经发自来水公司来会勘。自来水公司表示，对主要的管线成功山街165项，到湾里路282项，总长大约500-600公尺。以1公尺5000来计算，需要的经费大约300-500万。自来水公司将看公司的自筹款，不过配合水利局的工程，至少会用省掉道路刨铺的费用。台南新闻林根、杨顺怀采访报道。疫情期间，真侪癌症团体活动拢无举办，即马随着疫情较稳定。为了鼓励朋友积极面对治疗，
基美医学中心癌症资源中心特别举办癌友圣诞关怀活动，提供绿色癌友营养品，希望予癌症朋友满满的正能量。基美医学中心首席医疗副院长田宇峰表示，有真侪土症癌的病人，常常因为食食困难，或者是痛痛的问题，造成无法度补充完整的营养，加上治疗的副作用，容易予患者来中断治疗。因此，伫个圣诞节来临之前，嘛举办癌友圣诞关怀的系列活动。今天的活动呢，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些口腔癌、食道癌、头颈癌病人，因为疾病的因素导致这个吞咽困难、进食困难，而因此而体重下降、营养不良。那也因为这样的因素呢，它的治疗没办法再继续哈，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举办这个活动，透过我们的福袋的这个赠送，里面有提供我们特别配置的一个营养品啊，这是属于比较软质的流质营养品，让我们的病友可以获得足够的营养补充，可以继续来这个接受疾病的治疗，可以保持他们的健康。基美医疗体系选择12月举办关怀月的活动，一方面捐赠优质的营养品给绿色癌友。另外，还佫举办数学的课程，现场佫布置圣诞大声公，提供病友来写出家己的心情感受，做伙来守护病友的健康。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每当举办公益感恩餐会，是天下南语饭店回馈社会行动，今年已经是第7档。这届伫北区区公所牵线之下，特别结合12个单位做伙举办餐会，将餐会的盈余捐予公益团体，同时佮帮助莅临国小的绿色学生完成圣诞的愿望。伫莅临国小校长室的桌顶放了满满的圣诞礼物，这是台南市天下南语所捐赠。因透过公益感恩餐会，组织大家的力量，将餐会收入扣除成本了后捐出。并优先运用伫莅临国小52位绿色学生校园的圣诞礼物。那我们前几年的时候，其实我们比较算是邀请饭店附近的弱势族群前来用餐。那但是后来我们重新思考一下之后，觉得说，其实大家在现场用餐只是一次性的机会。那其实就像放烟火一样，其实一下子就结束了，觉得比较可惜。那我们今年就重新调整我们的形态，然后让弱势族群的孩子来告诉我们说，他们需要的是什么，由他们来许愿。今年也邀请12间厂商来共同赞助这摆餐会，伫圣诞节的前夕来斗阵做爱心，同时透过北区区公所的媒合来完成这摆的捐赠。那我们看到我们身后有很多的我们小朋友圆梦的礼物，那只要我们要感谢我们天下饭店李副总啊，他带领的团队来全力促成这么一件事情。那也感谢丽人国小，那在校长来到丽人国小之后呢，也非常用心的在办学，那也非常关心我们弱势小朋友啊，所以就这一次透过公所的媒合，然后把这么一件美好的事物，在我们耶诞节的前夕来促成。礼物当中包含文具用品以及食物等等。莅临国小校长王全兴也递进感谢状，来感谢天下南语，会当予小朋友感受到社会温暖。希望未来这款的活动会当持续办落去。另外，天下南语也将个别礼物的部分扣除了后，全数捐予天主教圣母社会福利基金会，予新的循环延续落去。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疫情期间，为了消毒，许多人洗手洗到脱皮发痒。静心生技因此投入进口精油皂的贩售，希望透过进口精油皂机，让民众洗手抗菌，同时还能滋润保湿。而与中油多角化商品在来速咖啡贩售精油手工皂也有半年多，受到社区民众喜爱。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高峰，原本买咖啡送的是脸部美容保养，顾虑有人对在公共场合脱口罩进行脸部保养可能会有确诊风险，在疫情稍缓的暑假期间，改推买咖啡送亲子手工皂课程，一方面提升加油站的咖啡业绩，一方面也让静心生技的后疫情时代，透过多元创新的精油手工皂课程，结合社区客群做推广。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我们这个美容的行业已经就是因为戴了口罩就没有办法做脸，
那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的经营的时候呢，也非常的辛苦。那几乎想说啊，不然就找一个方法，怎么来接我们这段时间没有办法，就是说脱口罩的一些行动的美容。还是做一些美容护肤的部分哈。那我们为什么要来转介在这个精油皂里面？因为精油皂本身就是在做清洁，我们想它变成说推广这个，让学员他们除了说精油皂学完之后怎么使用，然后教他们做一些手作，除了这一份的一些手作的收入以外，然后我们也让学员就是延续让他们经营一些这样精油皂，怎么在家里自己创业做小型的一个创业，或者说他们怎么在那个团购里面去做，跟很多团主呢一起来合作卖这些精油皂。公司的精油皂是很天然的，洗后很滋润保湿，是值得推荐的伴手礼盒。那疫情期间呢，我就跟公司批来卖给朋友，增加一点收入。为了让公司的收入不因疫情中断，原本主攻行动美容师培训的静心生技，不得不停下许多美容师的培训业务，转从零售精油皂，再到手工皂教学。除了来速咖啡，静心也与市民学院合作，让参与的学员有机会创造事业第二春。有一天我开电视起来，我看到阮隔壁里活动中心伊咧推广2度就业，2度就业伊内底都有咧讲到行动美容，有咧学精油皂，这是我真兴趣的，所以我就想尽办法去报名。我起头我是送给朋友，朋友感觉我这个物件真好，手工精油皂，所以又叫我回去做来卖，所以我就开始愈有信心，我过来卖朋友，卖朋友佮介绍一寡人。那最近我们课程都是把这些传统的精油皂，把它演成在生活里面。那像有人在蔬菜水果类，然后水果的精油皂，这个都一般我们在传统里面的精油皂是没有人这样子做过。但是如果说做成四方形的精油皂，又没有什么特色，那我们为了让精油皂更活化、更创意，所以我们把精油皂也用在生活上，像我们的一些柿子水果皂，还有一些像我们的丝瓜皂，还有玉米这些做得很像我们生活上的这些模型，然后让客户人很喜欢这种东西。一场疫情让各行各业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静心生技以正向的态度迎战疫情，努力发展不同的经营策略，既不影响原有客群消费市场，也能因应疫情创新多元商品。这场疫情目前逐步趋缓，我们的生活也慢慢恢复过往。想多份收入的你，或许能从手工皂开创出另一个圆梦的好契机。大成长城公司伫后个月7号甲8号2天，将伫公司的永康安心购门市头前的广场举办年会市集的活动。23号先举行宣传记者会，邀请台南市的青农、农会甲相关的业者合力来推广台南优质的农特产品甲加工品，提供消费者年前采买好选择。台南拥有真侪优质农特产品，为了推广，互各界民众知影，市府每当拢会办理侪场农产市集活动，并甲台南在地企业合作推广。而大成长城公司也是台湾非常顶级的农畜食品企业。而这次市府甲台新公司合作办理的年会市集，也已经迈入第6档举办。我们大成长城在我们台湾这已经深耕了65年65年，它从育种、饲料，还有整个养殖到这个电宰，还有食品加工等等，那个一条龙一个生产线的一条龙的管理它整个把关的话，为我们台湾的一个农畜产品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把关。大成是这个，我想从以前我们这个60多年的历史从以前到现在，我们的理念一直是够好，因为我们是卖饲料起家的，所以我们跟农民都是生命共同体这个农民好，我们饲料卖得好，我们才能一起成长。所以对于这个青农来讲，其实这是我们一直很开心有这个机会能够一起来扶持，一起这个成长。这次市集总共有超过130个单位，
除了有台南在地特色农地产品，嘛有真侪尤其摊商参与。另外，还会当买到大成集团上新推出的专为宠物毛小孩制作的顶级饲料，伫好时光年后市集顶面嘛会当买到。我们是在2020年加入这个宠物的领域。那我想我们的产品开发非常多元哦，包括从主粮一路到零食餐包，都做了很多产品的开发。那我想我们最上游有这个母公司的这个安心的原料，一直到下游，包括我们在食品加工技术上面的一些经验，所以我们开发出了非常高端且高品质的一个宠物食品，否未来我们这个很多毛小孩的这个饲主来做一个选用的一个部分。为了宣传年后市集活动。记者会上也特别邀请到大成集团旗下潭岛香港茶餐厅行政主厨黄祥恩展现手艺。主办单位欢迎市民大众1月7号到8号2天，会当来到永康区的大成安心购广场踅市集买好礼。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有一名拄出事的早产儿，因为出现呼吸会喘的症状，诊所医师评估了后，认为应该要转送大病院。所以新老病院马上启动新生儿外接转诊服务，派出1号专车到诊所将早产儿接到新老的儿科加护病房，经过照顾治疗，恢复了真好。婴仔伫2礼拜后顺利出院。有的新生儿因为早产或者是其他因素造成呼吸窘迫症状，这时阵就要转送到大病院照护。不过为院外到入院的过程中，新生儿容易失温、缺氧，造成憾事，因此就需要有完善的相关转送仪器设备。新老病院小儿科照护团队特别设置了1号专车，并伫车顶准备了传送型的保温箱、呼吸器、生理监视器等外接设备，让婴幼儿伫转院的过程中全程掌握因的身体状况。新生儿啊，在出生之后，大部分都是健康的。不过有少部分新生儿，他可能在外面的妇产科生产之后，遇到一些孩子可能有呼吸喘的情形。那在新生儿在住院的之前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就是利用外接的方式来帮助这个新生儿能够从外面的妇产科顺利的转到我们医院，进一步进行医疗的照护。那这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保温的设备，还有呼吸的设备，还有监视器的设备。那这些呢，都帮助这个新生儿在转送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安全。律师强调，新生儿转送的过程中，需要特别设备甲专业医学评估，安全的转送有助新生儿的稳定，并减少并发症的发生。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一位25岁男子，今年9月份因为跋倒，造成正手中指肿痛，无法度振动。经过奇美医学中心诊断，发现是中指中段指骨基底骨折。后来采用微型护锁式的骨板，加上手部的复健，2礼拜后会当活动，6礼拜就恢复正常工作。奇美医学中心骨科医师苏玉忠表示，一般的手指头骨折，也就是骨基底骨折，大部分拢是因为外力造成。严重者不但影响生活品质，而且恐惊无法度来做工课，因此病院引进微型的护锁式骨板，将骨顶甲骨板稳定来固定，让关节的活动度无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微型的骨板的话，我觉得第一个方便性，它材质特别的好，它是钛合金跟纯钛的骨板，所以它稳定度好，然后跟生物就跟人体的适应性佳。然后而且它非常的轻薄跟强韧，所以刚好可以适用在我们手指非常精细的地方。我觉得过去的话，那个手指因为非常精细，所以非常难开刀，也非常难固定，然后固定效果也不好。但是如果现在有这个微型的护锁式钢板的话，那其实整体的固定效果好，那我们可以提早复健，那手不容易粘连的部分，然后我们又可以减少这样一个状况，那提早恢复功能。亲像这名25岁的患者黄先生，因为跋倒的意外，造成正手的中指骨基底骨折，无法度活动。经过这项的手术，2礼拜就用的活动，6礼拜恢复正常的工作。其实就是我从我家的楼梯下楼的时候跌倒啊，然后就发现我的手有点疼痛，
然后大概之后去看了医生，就发现说，哦，是骨折。差不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已经有努力在动了，然后后面就渐渐越来越可以弯曲这样子。医师表示，甲过去传统的骨板因为较厚重，比较难使用伫个手指头啊。现在有微型的附属式骨板，会用个针对无同的手指头的部位，拢有适合的骨板会用个来使用。但目前健保并无来给付，而且手术后嘛爱拟定个人化的复健治疗，才用个快速恢复病人的生活品质。台南新闻林根杨顺怀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2月2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美纯，咱再会。